台积电原本讲要参加汤圆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计划设厂，不过有自救会抗争反对土地征收，阁有人放出风声，讲台积电已经决定要放弃设厂啊。台积电目前是无回应，不过专家认为，对于台积电来讲，设厂应该拢有备案，一定阁有其他的所在等咧选。 反良科扩大土地征收，4周围居民组成自救会，真侪届抗争。13自救会写文章讲，台积电认同在地乡亲爱护土地甲家园的想法，台积电决定放弃原来伫个扩建案内的设厂计划。台积电说有提到说，他们不要来这边做设厂。我们自救会的就是不知道说，到底现在台湾还有哪一个厂商有能力做2奈米的厂商啊？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有一点奇怪啦。我们市政府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做一个协助的动作。整个园区的开发呢，它会涉及到当地民众的一些权益啊，可能需要搬迁的这个部分呢，市政府在这个部分呢也会非常的注重。 自救会表示，本来19要去台积电抗议，即马改造去德科管理局တင်前了解下一步龙科园区第3期扩建案计划走向。 德科管理局发声明回应，园区扩建是为了引领台湾产业一同升级，毋是为了单一厂商争地，所以政府无共声音，要重新调整扩建范围，兼顾产业的发展，甲民众权益达到双赢。对这代志，台积电回应，因为19要举办发说会，会前有占密期，无法度回应。 专家是认为，台积电有关1奈米要到2028年才会当量产，国家设厂需要2年的时间，目前也无级别性，啊，不过有其他的备案，还阁会当选择。台积绝对还是有它1奈米的那个建厂选址的替代方案。 毕竟整个台湾从北到南哈，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帮台积找到一些好的一些地点，来未来在市场跟量产它的1奈米。专家认为，台积电伫个其他的厂房会当找到空间做1奈米设厂调整。台电甲台积电当地合作过来，头一个单一大厂热电单性分配，监理刷鸭仔时间，一定明年就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